今仔日是双十节连假第二天，真侪人拢出外去行搭去佚佗，毋过煞来传出意外。空勤总队是隆重出动这直升机，前后伫咧山区救援死的登山客。另外伫咧新北康仔寮，也有3个人去抢水味，煞互海鹰架起，好佳在有方救到。乌用直升机来到18国家公园，皮皮特山营地顶面。特殊队员为直升机随港到地面，先评估亲像高山前的姓周登山客详细状况，随后将伊调入直升机。已核准入园周姓女山友发生高山会水肿，请求救援。在6点54分时完成吊挂作业，此时在接获总队勤务指挥中心通知，接续执行七卡山庄一名男性登山客受伤待援，技术员随即定向目标区。也毋过拄要回程，就接到另外一件山区救援，一名领队跋倒受伤，意识无清无法度行，乌用直升机随转向七卡山庄8分钟了后，去到目标区，可顺利吊挂受伤的人。南投无相山也有登山意外，适当的登山客正手骨头之气，原本乌用直升机车早就要去救援，也毋过好运看到无法度吊挂，12早起过去。即摆顺利救到，了后搁转向珠山北岸营地去救另外一个亲像高山前的登山客。先至无双山西峰吊挂男性登山客成功以后，又在7点51分顺利将竹山北安营地女性登山客吊挂成功。另外，新北市康仔寮区来基钓场海峡是有3名呛水客无伫约定时间上岸失联，消防局甲海巡署出动救援，3个人亲像伫海面上的游击网等待救援。好在在11点外有渔船顺利将3个人救起来。中昼12点左右，渔船来到宜兰头城石城港，3名呛水客拢无大碍，歇困了后就家己离开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